金刚八者波罗蜜经，罗香乍热，法界忘分。诸佛海会释遥闻，随处结相魂。诚意弘引，诸佛现全身。南无香分界菩萨摩诃萨。南无香分界菩萨摩诃萨。南无香分界菩萨摩诃萨。净口业真言，唵修利修利，摩诃修利修修利萨婆诃。净身业真言，唵修道利修道利修摩利修摩利萨婆诃。安土地真言，南无三藐道密多难，唵多罗多罗地密萨婆诃。普供养真言，唵耶耶朗萨婆诃。我自乃佛。南无释迦牟尼佛。奉请八金刚，奉请清拄宰金刚，奉请辟毒金刚，奉请风水球金刚，奉请碧净水金刚，奉请舍身护金刚，奉请定持宰金刚，奉请智贤金刚，奉请大神金刚，奉请四菩萨，奉请金刚观菩萨，奉请金刚舌菩萨，奉请金刚爱菩萨，奉请金刚语菩萨。解空尊者释菩提，发愿文，稽首三界尊，归命十方佛。五金发宏愿，持此金刚经，上报四重因，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因何还？因何得长寿？金刚不坏身，复以何因缘得大坚固力？因何依此经，究竟倒彼岸？愿佛开秘密，讲为众生说。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开经记，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法会分由分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只需及孤独园，以大比丘众1250人计。尔时世尊十时着以持钵入舍卫大城乞食，以其城中
次第乞意，还自本处犯时一，受衣钵，洗足意，复作二作，善现启请分第二。时长老师菩提在大众中，即将做起，偏袒又坚又触着地，合众恭敬，依白佛言：须有世尊，如来善护念珠菩萨。善护宿诸菩萨，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因何应住？因何降伏其心？佛言：现在，现在，须菩提，如你所说。如来善护念珠菩萨，善护宿诸菩萨，你今谛听，当为你说。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唯言世尊，愿乐欲闻。大乘正宗分第三。佛告师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降伏其心。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五界令入无余涅盘而灭度智。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何以故？师菩提，若菩萨有五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妙行无住分第四。何处师菩提？菩萨依法应无所知。行于布施，所谓不自色布施，不自声香味触法布施。师菩提，菩萨应如是布施，不自衣裳。何以故？若菩萨不自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师菩提，以有云何？东方虚空可思量后。佛也：世尊，师菩提，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虚空可思量后。佛也：世尊，师菩提，菩萨无自相布施，福德亦复如是，不可思量。师菩提，菩萨但应如所教之，如理实见分第五。师菩提，以有云何可以身上见如来佛？佛也：世尊，不可以身上得见如来。何以故？如来所说身相，即非身相。佛告师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欲见之上，非常即见如来。正信须有分地律，师菩提白佛言世尊，普有众生得闻如是言说将句，生实信后。佛告师菩提，莫作是说。如来灭后，后500岁，有持戒修福者，以此将句，令生信心。以此为实，当知是云：不依一佛、二佛、三世五佛，依正善根。以无量千万佛所证之善根，闻是将句，乃至一念生净信者。师菩提，如来悉知悉见，是诸众生得如是无量福德，何以故？是诸众生无福五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无法相，亦无非法相。何以故？是诸众生略心此相，即为着五淫众生受者；略此法相，即着五淫众生受者。何以故？若此非法相，即着五淫众生受者。是故不应此法，不应此非法。以是义故，如来常说年顶比丘，第五说法，如法如者，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无得无说分第7。师菩提，以与云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耶？如来有所说法耶？师菩提言：如五界佛所说义，无有定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无有定法，如来可说。何以故？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所以者何？一切现象，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依法出生分第8。师菩提，以有云何？若人满3000大千世界7宝，以用布施，是人所得福德，人为道效。师菩提言：甚多世尊，何以故？是福德，即非福德性。是故如来说福德道。若复有人依此经中受持，乃至四句其顶，为他人说，其福性比。何以故？师菩提，一切诸佛叫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皆将此经出。师菩提，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一相无相分第9。师菩提，以有云何？殊多梵令作是念，我得殊多梵果效。师菩提言：佛也，世尊，何以故？殊多梵名为入流，而无所入，不入色声香味触法，是名殊多梵。师菩提，以有云何？
师道含灵作是念，我得师道含果效。师菩提言：佛也世尊，何以故？师道含名一往来，二实无往来，是名师道含。师菩提以有云何？阿那含灵作是念，我得阿那含果效。师菩提言：佛也世尊，何以故？阿那含名为不来，而实无不来，是故名阿那含。师菩提以有云何？阿罗汉灵作是念，我得阿罗汉道效。师菩提言：佛也世尊，何以故？实无有法名阿罗汉。世尊，若阿罗汉作是念，我得阿罗汉道，即为着五淫众生受者。世尊，佛说我得无争三昧，人中最为第一，是第一利欲阿罗汉。世尊，我不作是念，我是利欲阿罗汉。世尊，我若作是念，我得阿罗汉道。世尊，即不说师菩提，是乐阿难那行者。以师菩提实无所行，而名师菩提是乐阿难那行。庄严净土分第10。佛告师菩提：以有云何？如来实在言定佛所，依法有所得效。佛也世尊，如来在言定佛所，依法实无所得。师菩提，以有云何？菩萨庄严佛道效。佛也世尊，何以故？庄严佛道者，即非庄严，是名庄严。是故师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生清净心，不应自色生心，不应自声香味触法生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师菩提，譬如有人身如须弥山王，以于因何？是身为大效。师菩提言：心大。世尊，何以故？佛说非身，是名大身。无为福性分第11。师菩提，如恒河中所有沙数，如是沙顶恒河，以云何？是自恒河沙，人为道效。师菩提言：甚多。世尊，但自恒河上多无数，何况其沙？师菩提，我今实言告你：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七宝万年所恒河沙数，3000大千世界，以用布施，得福道效。师菩提言：甚多。世尊，佛告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于此经中，乃至受持四句偈顶，为他人说，于此福德，
圣贤福德，尊重正教分第12。复次师菩提，虽说是经，乃至四句其顶，当知此处。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皆应供养如佛塔庙，何况有人真能受持托上？师菩提，当知是人成就最上第一稀有之法，若是经典所在之处，即为有佛。若尊重弟子，如法受持分第13。尔时，师菩提白佛言：世尊，当何名此经？五顶云何方持？佛告师菩提：是经名为金刚八界波罗蜜，以是名义，你当方持。所以者何？师菩提，佛说八界波罗蜜，即非八界波罗蜜，是名八界波罗蜜。师菩提，意义云何？如来有所说法后，师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来无所说。师菩提，意义云何？3000大千世界，所有微尘，是为道后。师菩提言：甚道？世尊，师菩提，诸微尘，如来说非微尘，是名微尘。如来说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师菩提，意有云何？可以32相见如来后。佛也：世尊，不可以32相得见如来。何以故？如来说32相，即是非相，是名32相。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行护沙顶，心命布施，若复有人依此经中，乃至受持四句其顶，为他人说，其福甚多。二相即灭分第14。尔时，师菩提闻说是经，深解于此，涕泪悲泣，以白佛言：希有世尊，佛说如是深深经典，我将昔来所得慧眼，未曾得闻如是之经。世尊，若复有人得闻是经，信心清净，即成实相，当知是人成就第一稀有功德。世尊，是实相者，即是非相，是故如来说名实相。世尊，我今得闻如是经典，信解受持，不足为难。若当来世，后我必说，其有众生得闻是经，信解受持，是人即为第一稀有。何以故？此人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所以者何？我相即是非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是非相。何以故？
离一切之相，即名自佛。佛告须菩提：如是如是。若何有人得闻是经，不惊不怖不畏，当知是人心为虚有，何以故？须菩提，如来说第一波罗蜜，即非第一波罗蜜，是名第一波罗蜜。须菩提，忍辱波罗蜜，如来说非忍辱波罗蜜，是名忍辱波罗蜜。何以故？须菩提，如五色为高丽王结在身体，五依年时，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何以故？五依往昔节期界时，若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应成真分。须菩提，又念过去，以我百世作忍辱仙人，以你所世，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是故须菩提，菩萨应离一切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不应自色生心，不应自声香味触法生心，应生无所住心，若心有住，即为非住。是故佛说菩萨心，不应自色布施。须菩提，菩萨为利益一切众生故，应如是布施。如来说一切诸相，即是非相；又说一切众生，即非众生。须菩提，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公语者、不异语者。须菩提，如来所得法，此法无实无虚。须菩提，若菩萨心自依法，依行布施，如人入暗，即无所见。若菩萨心不自发，依行布施，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见种种色。须菩提，当来之世，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依此经受持托相，即为如来。以佛智慧，识知是人，识见是人，皆得成就无量无边功德。此经功德分第15。须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初日分以恒河沙顶心布施，中日分复以恒河沙顶心布施，后日分亦以恒河沙顶心布施，如是无量百千万亿劫，以心布施。若复有人闻此经典，信心不逆，其福胜彼，何况施舍受持托相，为人解说。须菩提，以谣言之，是经有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边功德。如来为法大成者说，为法最上乘者说。若有人
能受持托上。讲为人说，如来色知是人，色见是人，皆得成就，不可量，不可称，无有边，不可思议功德。如是人等，即为阿淡如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斯菩提若乐消法者，着五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即以此经不能听受托上，为人解说。斯菩提在在处处若有此经，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所应供养，当知此处即为是他，该应恭敬作礼围绕，以诸花香仪善之处，令正业将分第16。何处斯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托上此经，若为人亲见，是人先世罪业应对恶道，以今世人亲见过，先世罪业即为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斯菩提，我念过去无量无尽之劫，以言定佛前，得达840,000万亿那由他诸佛，悉皆供养生死，无空过者。若复有人以后末世受持托上此经，所得功德，以我所供养诸佛功德，100分不及一，100千万亿分，乃至算数比如所不能及。斯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以后末世有受持托上此经，所得功德，我若记说者，后有人问，心即狂乱，阿谀不信。斯菩提，当知是经义，不可思议，果报亦不可思议。究竟无我分第17。尔时斯菩提白佛言：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云何应之？云何降伏其心？佛告斯菩提：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当生如是心。我应灭度一切众生，灭度一切众生意，而无有一众生实灭度者。何以故？斯菩提，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所以者何？斯菩提，实无有法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斯菩提，以云何？如来以言定佛所，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后。佛也，世尊，如我解佛所说义，佛以言定佛所，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言：如是如是。
须菩提，实无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若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言定佛即不依我受记，你于来世当得作佛。何释迦牟尼？以实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言定佛以我受记，作是言：你于来世当得作佛。何释迦牟尼？何以故？如来者即诸法如义。若有人言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实无有法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如来所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伊是中无实无虚。是故如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须菩提，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须菩提，譬如人身中带，须菩提言：世尊，如来说人身中带，即为非大身，是名大身。须菩提，菩萨亦如是。若作是言：我当灭度无量众生，即不名菩萨。何以故？须菩提，实无有法名为菩萨。是故佛说一切法，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须菩提，若菩萨作是言：我当庄严佛道，是不名菩萨。何以故？如来说庄严佛道者，即非庄严，是名庄严。须菩提，若菩萨通达无我法者，如来说明真是菩萨。一体当观分第18。须菩提，以意云何？如来有肉眼何？如是世尊，如来有肉眼。须菩提，以意因何？如来有天眼何？如是世尊，如来有天眼。须菩提，以意因何？如来有慧眼何？如是世尊，如来有慧眼。须菩提，以意因何？如来有法眼何？如是世尊，如来有法眼。须菩提，以意因何？如来有佛眼何？如是世尊，如来有佛眼。须菩提，以意云何？如恒河中所有沙，佛说是沙何？如是世尊，如来说是沙。须菩提，以意云何？如一恒河中所有沙，有如是沙顶恒河，是诸恒河所有沙数佛世界。如是人为道何？甚道世尊？佛告须菩提：你所国土中所有众生，若干众心，如来悉知
何以故？如来说自心皆为非心，是名为心。所以者何？斯菩提，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法界通化分第19。斯菩提，以义云何？若有人满3000大千世界七宝，以用布施，是人以是因缘得福道效。如是世尊，此人以是因缘得福甚多。斯菩提，若福德有实，如来不说得福德多，以福德无故，如来说得福德多。利息利相分第20。斯菩提，以义因何？佛可以自足色身见何？佛也世尊，如来不应以自足色身见。何以故？如来说自足色身，即非自足色身，是名自足色身。斯菩提，以义因何？如来可以自足自相见何？佛也世尊，如来不应以自足自相见。何以故？如来说自相自足，即非自足，是名自相自足。非说所说分第21。斯菩提，你勿为如来作是念：我当有所说法，莫作是念。何以故？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不能解我所说故。斯菩提，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你时会命斯菩提，白佛言：世尊，普有众生以未来世闻说是法，生信心后。佛言：斯菩提，彼非众生，非不众生。何以故？斯菩提，众生者，如来说非众生，是名众生。无法可得分第22。斯菩提，白佛言：世尊，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无所得也。佛言：如是如是。斯菩提，我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乃至无有少法可得，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净心行善分第23。复次，斯菩提，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修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斯菩提，所言善法者，如来说即非善法，是名善法。福地无比分第24。斯菩提，若3000大千世界中，所有诸须弥山王，如是等七宝珠，有人持用布施，
若人以此般若波罗蜜经，乃至四句其顶，受持托上，为他人说，以前福德百分不及一，百千万亿分，乃至算数比如所不能及。化无所化分第25。须菩提，以义云何？拟定物为如来作是念：我当度众生。须菩提，莫作是念。何以故？实无有众生，如来度者。若有众生，如来度者，如来即有我人众生受者。须菩提，如来说有我者，即非有我，而凡夫之人以为有我。须菩提，凡夫者，如来说即非凡夫，是名凡夫。法身非常分第26。须菩提，以义因何？可以32相观如来后。须菩提言：如是如是，以32相观如来。佛言：须菩提，若以32相观如来者，转轮圣王，即是如来。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说义，不应以32相观如来。尔时世尊而说其言：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无断无灭分第27。须菩提，你若作是念：如来不以其足上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莫作是念：如来不以其足上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你若作是念：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说诸法断灭。莫作是念。何以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依法不说断灭相，不修不贪分第28。须菩提，若菩萨以满恒河沙顶世界七宝，持用布施，若复有人，知一切法无我，得成依忍，此菩萨圣贤菩萨所得功德。何以故？须菩提，以诸菩萨不修福德故。须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萨不修福德？须菩提，菩萨所作福德，不应贪着，是故说不修福德。唯疑集证分第29。须菩提，若有人言：如来若来若去，若坐若卧，是人不解我所说义。何以故？如来者，无所将来，亦无所去，故名如来。一合理相分第30。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以3000大千世界，
喙为微尘，以义因何？是微尘将人为导效。师菩提言：甚多世尊，何以故？是微尘将，实有者。佛即不说是微尘将，所以者何？佛说微尘将，即非微尘将，是名微尘将。世尊，如来所说3000大千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何以故？若世界实有者，即是一合相。如来说一合相，即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师菩提，一合相者，即是不可说。但凡夫之人，贪得其事，知见不生分第31。师菩提，若人言佛说五见：因见、众生见、寿者见。师菩提，以义因何？是人皆我所说义效。佛也：世尊，是人不解如来所说义。何以故？世尊，说五见：因见、众生见、寿者见，即非五见、因见、众生见、寿者见，是名五见、因见、众生见、寿者见。师菩提，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依一切法应如是知，如是见，如是信解，不生法相。师菩提，所言法相者，如来说即非法相，是名法相。应化非真，分第32。师菩提，若有人以满无量无净智世界七宝，持用布施，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发菩提心者，持于此经乃至四句其顶，受持图像，为人演说，其福胜彼。因何为人演说？不取衣裳，如如不动。何以故？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佛说是经义，中落师菩提，及诸比丘、比丘尼，优波塞、优波夷，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等，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金刚不热波罗蜜经，不热无尽藏真言。南无薄伽佛帝，不离热波罗蜜多夷。单一单暗月里地里色里术语知三密日知实舍夷沙恶金刚心陀罗尼暗阿伦尼沙婆暗阿伦尼沙婆暗阿伦尼沙婆波括真言。南无喝乃贪那多乃耶诶其乃其乃其诸其诸摩乃摩乃呵乃吽呵呵娑贪那吽跋摩那萨婆诃。南无喝乃贪那多乃耶诶其乃其乃其诸其诸摩乃摩乃呵乃吽呵呵娑贪那吽跋摩那萨婆诃。南无喝乃贪那多乃耶诶其乃其乃其诸其诸摩乃摩乃呵乃吽
呵呵娑檀那吽，跋摩那萨婆诃，波括圆满真言。唵呵罗呵罗，舍夷摩诃萨阿。唵呵罗呵罗，舍夷摩诃萨阿。唵呵罗呵罗，舍夷摩诃萨阿。普回向真言。唵萨摩乃萨摩乃，尼摩能萨婆诃摩诃揭迦乃吽。唵萨摩乃萨摩乃，尼摩能萨婆诃摩诃揭迦乃吽。唵萨摩乃萨摩乃，尼摩能萨婆诃摩诃揭迦乃吽。断疑生信，绝相超宗，顿忘人法解真空，不惹微重重，四故融通，福德普充容。南无金刚会上佛菩萨。南无金刚会上佛菩萨。南无金刚会上佛菩萨。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于众生，皆共成佛道。